马热人路台东农改场是向农民来推广，讲伫适徛树顶头喷碳酸钙水来帮助果子树还袂去互日头晒着伤。也毋过有部分农民是讲要喷药佮需要卡手，成本嘛是较悬。台东县的适徛果树伫结果期前后，农民会修剪树蛙，毋过热天高温出大日，树蛙会曝伤闭起，出现热烧现象，果树较会破病。台东区农改场去年就推广替果树防止曝伤，用碳酸钙粉、树脂甲水，以8:1:20的比例调做鼻水，佮用喷药车喷伫树蛙顶悬，会当有效降低树蛙表面的温度5度至12度，保护果树，买当节省农民的开销。含白胶啦，大概会是800到1000出头这个价格，就是1分地，所以其实是很方便，而且又不会造成农民太大的负担。即马台东县有部分农民使用，毋过有农民认为，即种的做法虽然有效，毋过修剪树蛙的工作已经做袂煞，佮爱喷碳酸钙，人力的成本会增加。去年喷也有喷，它喷没有那么多，今年就整个给它喷。即使有人专门代喷，那它的收费就是1棵树70块，但像1分地就很可观。台东区农改场讲，其实喷一届碳酸钙粉会当维持4个月，树叶若发出来就毋免喷啊。各种会落叶的果树拢会当使用，果树的树尾若健康，会当减少农药的使用，佫会当维持产量，对水果的品质完全无影响，所以会佫推广予农民采用。记者综合报道。